真侪只的，可能诶，你会感觉吸引力，也是你家己捌买过，你家己捌经历过，所以你感觉足好诶，所以你会招朋友来咱做伙来买，咱做伙来参加，咱做伙来订立。今仔咱透过即段诶事件，即个故事就是互咱有两个目的，头一个，你有认捌耶稣无？咱伫过去圣诞节五个活动，咱有招朋友来到伊教会，拢是招伊来，较要紧要互伊伫遮来认捌耶稣的身份。你认捌了后，你洗礼归耶稣的名，你是毋是会当伫遮来学习祈祷要安怎祈祷，传福音要安怎传福音？我甲人讲耶稣到底耶稣基督是啥物意思嘛？对无？无咱祈祷上尾咧祈祷讲靠啥物？靠耶稣基督，到底耶稣甲基督是两个，也是一个？耶稣基督是一个名词，也是耶稣是耶稣，基督是基督。咱爱伫遐学习，无人甲伊问讲耶稣基督是啥物意思，你就倒答。就破功你知无？所以咱爱知影讲，你平常是咧靠耶稣基督的名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第二，咱看。你有招朋友来经历耶稣过啊无？耶稣是全能的医治者，你家己有经历啊无？伫逐样事的顶面，你有拄着，你有领受，你嘛会通诚做引带别人做伙来享受即个福气啊无？咱先来认捌耶稣的身份。昨伫拜六的礼拜，我主日也有圣餐。伫顶礼拜，咱嘛有即个洗礼嘛，所以洗礼中间，牧师拢会问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弟爸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天爸、救主、保卫师咱会当伫遮来捌耶稣伊的身份头一个，耶稣是上帝救恩计划一个主角，一部电影需要有主角。咱伫即个救恩的计划即个计划内底主角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讲，以色列人要诚做外邦人的光，总是咱知影讲是透过耶稣，毋透过其他人。咱做伙来读来，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的地有光照伊。伫遮咧讲即个加利利，咧讲遮个以色列百姓，因拄当伫迄个黑暗，伫迄个艰苦，伫迄个死命中间，有光咧照因。马太作者伊引用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。伫遮来讲出，伫迄个地区性，伫遐百姓因心灵甲因生活的一个光景。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讲，加利利，伊事常拄着遮个外族、异邦，遮个外国要来甲因拍，要来甲因讲。所以，即个加利利的所在，常常是外邦人的侵略，然后同化。所以因心内做遮个艰苦，就好亲像咱的台湾，过去受到无共的民族的殖民，所以咱看有日本、有荷兰，有对中国文化来的遮个影响。今仔日咱想讲咱到底伫世界的定位是安怎？所以有真侪遮个禁忌，特别毋敢讲。也是讲要统一，也是要啥？常常伫咱的生活造成，可能有人家庭内底有的是捅的，有的是毒的，就捅来捅去，毒来毒去，所以若到选举，一个家庭无共立场的，就开始安怎？口水喙烂就喷来喷去结果有当时是遮政治人物伫遐得着利益。咱家己伫遐咧吵吵闹闹关系我讲，若要选是选耶稣上永久，阿免吗？政治人物拢无永久啦，只有耶稣上永久。总是你知影伫即个咱所面对
修禅甲遮个家己遮个法是相款，总是伫遮讲有光要伫遮来照。主就是迄个世界光，主就是真的光。所以即马咱有看到即段的故事，耶稣开始行遍加利利，伫做遮个会堂，伊对犹太人开始，了渐渐有机会甲外邦的遮个妇因人、查甫人伫遮来接触，所以伫遮透过耶稣来完成即个任务。所以头一咱知影，上帝救恩的计划是耶稣做主角。所以旧约甲新约内底所咧讲的一个中心的福音信息，就是咧讲耶稣。排除耶稣来讲，遮个所讲的就是异端。所以即嘛有真侪东方闪电、东方闪电变名变来变去，就是要伫遮来应用。侪教会已经受影响吼。所以咱爱伫信仰条在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无别个拯救。所以使徒圣经是检验咱信仰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根基吼。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我信圣神是咱的保惠师哦。第二，咱来看讲，伊是弥赛亚，即个名词咱定定听着对无？弥赛亚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有人会使甲我讲咧？啊？拯救者吼，较简单就是救世主啦吼。好，咱来讲耶稣基督，到底耶稣基督是同一个，还是讲耶稣是耶稣，基督是基督？咱来看卖啊吼，耶稣基督，咱常常讲祈祷靠耶稣的名吼，耶稣是伊的名，就是对上帝来拯救。这牧师一直咧讲，一直咧留吼，主要是要互咱记会牢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上帝咧拯救啊！基督是啥物？是一个头壳。吼，后来咱来看讲基督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，伫新约希腊文发音做基督。所以伫遮安尼有清楚啊无？吼，耶稣是伊的名，基督就是咱一个头衔共款。然后伫遮咧讲起，伊就是受我以为是上帝所差遣授权，要来拯救世界人。安尼咱就了解讲，耶稣基督就是对上帝来差派，受过我，要来拯救你我的。就最后简单讲一句叫做救世主。
灵会通透放逼着出去，所以会通开始亲近真近。搁有遐个做官的来求耶稣，耶稣用超自然方式讲好啊，你当然我知影你有信心，你的下骹手人已经好啊，敢安尼？耶稣讲一句话就会通得到医治。咱亲人可能伫外国，我小借问者，咱伫遮的祈祷有效无？敢真正？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讲即个权柄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，就好亲像耶稣伫遮用伊的权柄来施乐，互即个做官的伊的奴仆，互遮个有需要的人，伊的囝儿4岁，伫厝嘛会通伫遮来得到医治。咱犹原会当替咱伫亲人可能伫离开咱远的中间，咱为伊伫遮来祈祷。互你知影耶稣互咱的是超越自然的即个权柄。第二，咱来想讲耶稣伊的服侍，咱了解对即段的圣经，咱会一直来看，一直来看，看讲耶稣到底有啥物才调、啥物能力哦。所以马头尾转去，请恁会通哪看哪看哪了解哦。就是讲，伊开始对听的听众伫遮来教示，教是啥物？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，福音奇妙的真理。个咱教会嘛推上奇妙的真理，对无？有属灵传道伫遮来教导嘛。进入到伫迄个服侍，即摆咱的教练执事后会开，然后进入到伫即个服侍的中间。所以你知影耶稣一来开始伫会堂，伊拢先对犹太人中间，犹太人无要接受了，伊开始即个福音就开始对外邦，所以先犹太人，后来是哪希利尼人，就是遮外邦人、遮外国人，包括你我所以有迄个优先顺序。咱看讲耶稣咧应付讲，即个福音要对地开始，对耶路撒冷，过来咧，向犹太，过来撒玛利亚，直到全世界所以一步
二，咱来看讲全人的医治。哦，你若去马街看医生吼，伊拢会强调一个身心灵，你的身躯，你的心，你的灵，会全人的医治。所以伫遮咱有看到即段圣经，其实就讲起耶稣来帮助人伫灵的部分有法度处理无？有法度处理。你看有心内有问题，去看心理医师，伊加加甲你建议开一个药互你啦，拢是无法度真正帮助伫你灵的内底会得到头发吼。最近牧师有服侍即一个case中间就是安尼，我看我顶回甲咱分享，看若像咧失神无神啊。总是顶礼拜咧伫路家小组咧聚餐的时候，哎呀，哪像咧变一个人啊！哎，人牧师啊，我若开始咧咧惊吓的时阵吼，这个本身嘛是一个医师啊。我若咧惊吓的时阵，牧师你甲我教的吼，顺一落去倒，我着搁甲教落吼，教落就袂惊，你知无？兄姊妹，主要是耶稣的救恩啊。所以当伊家己伫遐操练诗歌放话，教伊安怎伫遮祈祷。人家无法度祈祷时，你着叫耶稣，耶稣啊，帮助我，耶稣啊，救我，耶稣啊，互我平安。祈祷吼，连本钱也搁简单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通安尼伫遮来操练，总是即个权柄，毋是干那互牧师，毋是干那互中级，嘛是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吼。所以你爱记哦，耶稣已经，你若信靠耶稣，洗礼归伊的名，伊已经将即个权柄交伫你的手中啊，你知无？所以拄着你的孙仔，拄着你的幼儿，半暝惊吓着惊骂骂吼，要安怎？靠无出是无？即款代志免半暝靠无出好无吼？若有遮重大事实，敢赶紧靠牧师。若像这吼，咱若过去知影讲迄个广告，那我这年纪上这红耳仔兔奶带青菜，着惊骂骂吼，请食啥？乌干仔标惊风散散散散。我听过即个广告举出过，安尼表示咱拢足少年的啦吼。遐有当时咱咧敢若靠这啊，无吼外口你就看讲，收惊两字，无赖哦收惊无阮一个喙烂吼，细汉我会记，阮伫拜拜中间狗迄乌狗着乌狗兄将，你知无吼？叫我惊着吼，暗时就会安尼做面目吼，阮阿嬷就就带我去收惊吼，要收惊，收惊搁食啥你知无？食迄狗尾仔水，哎哟，好恶心哦！
耶稣亲自甲伊的学生伫遐讲起未来伊要完成的任务。伫即个所在，约翰福音19章36节，咱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已经受错，就讲输明白啦，就压头回转。中文的圣经讲成了，成啦，意思就是讲我来，我完成啊，我完成即个救恩的任务啊，完成啊。总是咱知影伊3工了后，对死人中告我嘛。即伫咱所宣告的即个使徒圣经内底，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，上天坐全能爸上帝大庭。伫遐，互咱知影讲耶稣来有完成即个十字架的任务，互你我才有永远毋茫哦。所以伊赢过死亡的关系，咱才有永远对未来有毋茫。早咱看讲耶稣既然会通做安尼，对学生开始，因伫遐来领受权柄，所以家己伫遐来听伊耶稣的名声。耶稣伫会堂伫遐来讲道，伫遐来教导，对遮犹太人，好彩牧师伫遮来讲道，帮助咱伫信仰的顶面来得到造就。了后，咱看讲，伊就找拣遮的学生，正义到伫人群的中间，伫遐来讲起即个福音。上帝讲要安怎得到，要安怎诚做有福气的人。所以透过进入伫遮的社群中，咱看圣经甲咱讲，耶稣的名声遍传伫啥？通叙利亚，咱做伙来读来。伊的名声报扬到通叙利亚，凡有治病的拄着侪侪因为镜头甲痛疼的，凡着鬼的、幽灵的、变衰的，带因拢来就近伊，伊就医好因。彼时对加利利、狄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甲但河来做伊。了讲有真侪人因食好斗相报，因除了听起耶稣的名声了后，因家己经历了后咧，因就带人伫遮来见耶稣。对狄加波利、对叙利亚，迄个时阵是罗马的一省，伫加利利的北边。所以伫遮咱有看见，遮的所在，特别是迄个狄加波利。狄加波利是伫加利利海的东边，伫遐有10座希腊人所起造的城。外邦人伫迄个所在来聚集，有足侪拜拜的遮个有遮个庙宇，也有真侪遮个外邦人伫遐来敬拜遮个偶像哦。所以连遮个外邦的所在哦，嘛有听到耶稣的名声。所以会使讲耶稣的名声透惊城对耶路撒冷对遮个约旦河外，对狄加波利、叙利亚，咱看耶稣拄开始对加利利的沿海，一直到伫开阔撒玛利亚，到伫其他的城市。伫遮，互咱看会讲耶稣的名声，正到伫每一个城市。为虾米？是透过人伫遐来传达，透过人经历，甲伊的朋友，甲伊报好消息。所以真侪人有人带啥？有啥物人？可能是家己经历的人，可能是听过讲，若无听耶稣的名声，无来试看卖好好。有当时咱拄着遮个绝症也好，人若报，就来对无即个听讲袂歹，就来试看卖。所以常常咱咧讲，你拜遐济无你来试者耶稣，你敢有安怎？对毋对？所以伫遮咱有看讲，难免互叫遮个朋友，因带朋友来到伫耶稣面头前。头一个，你是毋是有家己经历？咱做伙来读即段来。耶稣就叫伊12个学生来，互因有制压邪神的权，来赶着因，却医好逐样的症头，逐样的。要讲耶稣互学生的权柄是啥？会通制压遮个邪
会通互遮个担忧的病情会通得到医治的即款的关键。兄弟姊妹，安尼你就知影讲，耶稣互咱的祈祷的权柄有包括遮呢。咱要好好甲学习，互你嘛有即款的祈祷的权柄也无。这是爱透过操练，透过信心的经历。牧师嘛是对袂晓学习，到会晓，到有信心的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奉主的名用信心祈祷，其他会通做，袂通做，会通医治，袂通医治，啥物人的代志？耶稣的代志，还有了解无？所以你做你会通做的，其他的耶稣做。所以你家己有经历，你就会通伫遐祝福别人。你若讲祈祷，毋知祈祷了会佫较严重咧，还是安怎？毋免去烦恼了，吼，会好也袂好，毋免去烦恼了。生死拢是上帝手头，医好袂医好拢是上帝手头嘛，吼。所以毋是你咧医，是上帝咧医。所以你做你会通做的，吼。第二，咱看讲听去别人的见证来见耶稣。有迄人伊家己佫顾活着教会来到伊教会，伊上网络去看家人教会，是啥物款的教会？有迄人是家己主动来，总是有迄人是安怎？人带来，人报伊来，咱有带即个厝边隔壁亲戚朋友来陪下，即个举手就来。有啦好，情况下真感谢这就是安怎？有人听见你的见证。听见你安怎敬的耶稣，听见你互耶稣伫遐医治，听见你的心灵无平安的时阵，来找耶稣，拄着耶稣，伫祈祷会，也是伫祈祷的服侍，伫礼拜中间，甚至伫迄个唱学乐敬拜诗歌中间，你拄着耶稣，你敬着耶稣。第三，咱做伙伫遮来互喊话，也是讲伫遮来引带来招团，来招朋友来到伊耶稣的面前即个就是咱看讲，遮个人因将遐个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面头前，最后一句讲耶稣拢医好因，所以因转去会搁伫遮来分享，求主来帮助咱，互咱像圣经内底遮有人带因来，迄个人就是咧提醒咱，是毋是你？是毋是咱会通亲像遮？你有经历过？兄弟姊妹，因为你来得到福气，所以咱要伫遮来分享，就是讲，求主来帮助咱头一个，你若无听、无了解、无明白，你就毋知影耶稣